美国职篮 NBA 卫冕冠军金州勇士后卫汤普森 Klay Thompson 今天为他在主场输给凤凰城太阳后，一番球迷缺乏热情的谈话道歉。勇士10日以111比115不敌太阳后，勇士本季在主场甲骨文球场战绩滑落到24胜10败，这也是他们在这个球场的最后一季。接下来他们将在9月搬到新的旧金山球场。汤普森在勇士输掉对太阳那场比赛后表示：“我希望球迷能更投入些。我知道这不是季后赛，但这是我们在这个球场的最后一季。”当时汤普森说：“当我们打出好球，尤其刚开赛的时候，大家起码可以站起来或做些什么。我们需要那股精神，尤其到了今年的这个时候。现在很难每晚都打起精神，因为大家都在期盼着季后赛。”这番言论招致粉丝批评，让这位三分炮火凌厉的射手今天转用推特 Twitter 发文，试着缓解球迷受伤的情绪。汤普森推文表示：“我爱勇士球迷，我们有体育圈最棒的球迷，我们在奥克兰感受到他们的能量，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。”勇士在争取连5年进军总冠军赛，寻求5年内第4座总冠军之际，目前战绩45胜21败，领先丹佛金块1场胜差，排在西区第1。